師說韓愈，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故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傳，師之所傳也。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，欲人之無惑也難矣。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言。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始學於師。是故聖益聖，儒益儒。聖人之所以為聖，儒人之所以為儒，其皆出於此乎？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，則此師言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，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言，或不言，小學而大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無醫樂師，百工之人，不齒相思。士大夫之俗，若師，若弟子云者，則群聚而笑之，問之，則曰：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。無醫樂師，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。今其志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如。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譚子，長雲、師襄、魯擔。譚子之徒，其言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已矣。李氏子盤，年17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。不拘於時，學於儒。儒家其能行古道，作詩說以擬之。